我哋今次用 iPhone Air 實測咗幾日，5.6mm 薄嘅機身，拎上手之後真係輕到難以置信啊！再望翻我部 iPhone 13，除咗輕之餘，電池續航力都唔差，充滿電之後上下網、覆下 message、睇下片都絕對夠用一日。如果你會打機，帶埋專貨 Air 嘅 MagSafe Battery 咁就得啦。我就用咗佢嚟玩近期好多人玩嘅 Delta Force， 因為用咗 A19 Pro 晶片，將效能開到最高之後，玩咗半個鐘，機身都只係開始暖暖地，而電量就跌咗14%。而相機方面就有一粒4800萬像素嘅鏡頭，做到2倍光學變焦，最高可以 zoom 到10倍。而拍片同 iPhone 17系列係一樣，都可以用到新嘅 Action Mode，佢比起平時嘅防手震功能，防震效果更加之好。